哦，今天第一个登场的拳手很特别啊，竟然裸装上场。这不是来寻死吗？寻死找一个海就好了，来拳台找别干嘛？这不是11刚带来店里的女孩吗？不会是个傻子吧？走错地方了。傻子应该用不来拳台的东西系统。不是走流程吗？你紧张什么？让我们看看裸装女孩的对手会以怎样的状态登场呢？哇，装备精良，看来是有备而来啊！这场比赛看来是虐菜局了。准备好体验教学赛了吗？他手上拿的是天明鉴定出的废料，11怎么能这样坑他？就是个废料，要我们帮你销毁吗？哎，你还我！卖地摊也还值点钱呢。为什么会是你？我跟你说过吧，不要把自己的信息随便透露给别人，更何况是让别人来替自己操作拳台的登记系统呢？对了，我可是替你下注了所有的钱呢。笨蛋，现在体验到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吗？就算想不起来自己是谁，从哪儿来，但我知道，我不会认输，也不想认输。认输吧，把你的钱拿来。哎，看来裸装女孩想用逃跑来拖延时间，可惜啊，不分出胜负的话，比赛是不会结束的。往哪儿跑？你这样一味逃跑是没用的。